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派息基金究竟係乜嘢嚟嘅咧？點解個個陳生李太都話買咧？咁其實咧就好簡單，派息基金咧係一個俗稱嚟嘅，其實咧就係投資雙年壽險嘅俗稱啦。咁其實咧喺保險公司或者咧銀行咧都可以買到一啲派息嘅基金，往往咧喺保險公司嗰度去買嘅時候咧，仲會有幾隻基金俾你去選擇，跟住擺埋落一個 policy 度。所以當你買一個保險嘅時候咧，一份保險嘅時候，例如你擺100萬落去，或者你每個月擺緊4000蚊落去買呢一啲嘅基金咧，咁佢就會咧去分一個比例咁樣啦，去投資落呢一啲嘅基金度啦。咁有咩好處咧？有幾樣嘢咧可以值得大家注意嘅。第一咧就係回本期比較短啦。當一啲儲蓄嘅 plan 佢係可能講緊係10年啊、10零年啊，或者最早都要6年、7年先至回本嘅時候咧，講緊係呢啲嘅基金咧。即係過咗5年啦，就可以完全冇手續費咁樣攞翻個本金出嚟去用啦。第二點咧就係派息比起儲蓄嘅保險高啦，因為咧呢一啲嘅保險咧通常可以做到咧8至10厘嘅一啲叫做派息嘅喎。咁比起咧一般嘅即係叫做儲蓄保險，講緊係派6厘、7厘係會有個距離啦。第三點咧就係因為咧呢一啲嘅基金裏邊咧好多時係一啲債券嘅成分，雖然基金嘅價格咧都會有波動嘅風險啦，但係咧我自己都有好多客人係買呢啲投年險啦，佢哋買咗之後咧，嗰個基金嘅價格波幅並唔大嘅，但係咧即刻咧就可以攞到一個派息嘅效果啦。所以咧，其實好多時有啲朋友啦，佢哋擺咗啲錢落去，即刻想派到息，仲要派到係唔低嘅息，7厘、8厘息。所以有啲朋友咧，佢哋想擺嚿錢落去，或者咧即刻去每個月咁樣去月供形式咁樣買呢啲基金咧，即刻想派到7至8厘息得嚟，派到一個高息咧，又唔想去鎖住嗰筆嘅錢太耐嘅話咧，就適合揀呢一啲咧俗稱派息基金嘅投資雙年壽險啦。咁當然啦，呢個就並唔構成投保建議，亦都唔構成投資建議啦。咁自己嘅一個叫做投資嘅目標咧，都要睇翻或者理財目標咧，都要睇翻每個人係有所唔同，要揀一啲配合你嘅目標嘅產品啦。如果你哋想咧去查詢呢一方面投資雙年壽險或者呢一啲嘅派息基金方面咧，有啲乜嘢好選擇咧，可以揾我。我係獨立理財顧問 Tiffany，66270418，你就可以揾到我噶啦。